呢個世界有好多好勤力嘅人，每日返工都 OT， 但係就越做越窮啦。點解呢？買股票賺唔到錢㗎啦。結果就錯過咗 Nvidia 由1000億市值升到上33萬億市值嘅黃金機會啊！ Bitcoin 冇實質價值喎，只係泡沫嚟㗎咋。結果過去幾年一粒 Bitcoin 由萬幾蚊升到上12萬蚊，早期參與嘅投資者已經實現咗財務自由，享受緊自由嘅生活。好多人最大嘅錯誤呢，就係只係識得回望過去啦，直接複製上一代嘅成功 formula。過去10幾年，香港買樓係最容易致富嘅途徑，買完放喺度咩都唔使做，樓價升幅可能已經超過5倍啊！所以好自然地咧，下一代咧就想直接去 copy 呢一種嘅模式啦。但係大多數人都唔知道真正嘅成功 formula 並唔係 copy 買啲咩嘅資產類別，而係要培養出能夠識別有潛力資產嘅呢個思維模式，部署喺呢一代嘅資產升浪啦，喺正確嘅時機買入，產生財富嘅滾雪球效應。你今日嘅選擇將會決定你10年後嘅財富等級。你需要不斷咁學新嘅金融知識，認識到 AI、Crypto 呢啲係呢個時代嘅樓市。如果你仲停留喺打工儲錢買樓嘅呢一個思維咧，好可能就會被時代所淘汰啊！